我係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陳淑儀校長。我哋學校顧名思義係位於油麻地區，咁而且咧我哋係一間天主教嘅學校，咁所以咧我哋非常重視價值觀教育。我哋有天主教教育5個核心價值，包括係真理、愛德、家庭、生命同埋義德㗎。咁而喺呢個5個價值觀裏邊咧，其實咧我哋亦有教育局嘅12個首要價值觀啦，同埋我哋一啲遊天海泓人嘅特質。咁最重要就係我哋希望透過唔同嘅價值觀嘅教學，讓學生能夠正面樂觀、積極進取，能夠將佢哋嘅價值觀能夠咧係令到身邊嘅同學都能夠同佢一齊去面對不同嘅挑戰或者困難。最重要嘅當然係要有精神嘅健康啦。咁第二方面咧，我哋學校咧亦係非常重視學生能夠去接受嚟緊嘅資訊科技嘅不同嘅挑戰，因為資訊科技發達啦，咁學校係需要咧擺好多資源落去咧，係讓學生掌握唔同嘅資訊科技嘅能力。尤其是而家 AI 嘅發展非常之快速，我哋希望無論喺教師嘅教學或者學生學習嗰方面咧，都能夠善用 AI 嘅人工智能，讓我哋嘅學生學習得更好。咁所以我哋喺嚟緊嘅語文學習啦，同埋一啲科技嘅學習，我哋會有一啲 AI 嘅元素擺埋落去㗎。咁所以咧，我哋希望我哋學生能夠有創科嘅能力，好好銜接中學、大學同埋將來嘅就業嘅。咁我哋有信心，我哋嘅學生可以尋求到自己嘅真善美，同埋尋求佢將來嘅幸福。